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旅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做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天年自从曹友陈小姐来厝的了后，伊虽然逐工敲电话转来，都毋捌提起讲迄个陈小姐的代志啊。我伫想讲，天年绝对是成功让你遐做毋对。我这个囝是爱民主的人，不爱讲出来利益。不过你嘛知影讲，伊心肝真软的人，对。我要来转。哎，妈，我坐一时啊。妈，我要转。就叫做李清全文教基金会，你感觉安怎？安尼真好啊！理事长就由你来做啊。大家轮流做啦。咱的师兄师弟哦，拢足热心的啦。对啦，哪能敢有敲电话互你？你敢无听伊咧讲？伊讲咱应该去找李天林来参加。爱情甲万能咯，感情就上生也同款。董事长，请接二线。这个等。喂，是我呢。你伫无用哟？无啦，这几啊天无接到恁的电话，到底恁的基金会筹备安怎？我也无讲过我无爱参加。免紧啦，时间较地点。好，再见。查某人的心肝甲海底针同款。咖啡。台风拄好落啊，你搁同齐个。我是头一任的理事长，无来要哪用一啦？我要做头一任的理事长。到婴仔娘出马，我只有让位啊。所有文件物件拢处理好势，都交互我来办。即马主要的代志，拢是条明咧处理甲联络的。我看是我来办就好啦。对啦，有一个理事长，嘛有一个秘书长嘛，姚明啊，你著做秘书长嘛。好稀稀嘛好。多谢。对啦，我还有一寡代志，我要先来走。毋是有代志，搁要参详。一个理事长，一个秘书长，你两个参详就好啊。我先来走。你先讲啊。我有遮尔大的变化，你无感觉真奇怪？袂啊。袂，
你莫讲你早就知影我会来参加哦。我毋是神啊，我要来知影啦。也毋过，我是真希望你会当来参加。哪里？我发现你不但明理，而且真勇敢。一个人只要会当勇敢去面对伊的失败甲打击，伊就会当愈斗愈勇，愈来愈坚强。哪里？你一定会有一个真好的将来。多谢你哦，乐。对了，最近敢有听你的消息？无咧，安怎说？无啊。那咋办呢？鱼啊，干遮尔，从你足做拢无咧卡上去。我来看。我来讲，咱睇个无人，记个遐倒，哈。行。各位阿弟，安怎？嘿，等下正用，我咧等你真久啊。唔啦，等你真久啊，已经等你几啊工啊啦。陈正勇，你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？啊，你想要创啥？当我无做犯法代志啊？犯法是无啦，啊，毋过做这种代志，你敢袂见笑呀？这哪有啥好见笑？我是你放生呢，放生是你做好代，你知影无？哼，好代志，你若做好代志吼，你甲咱庄仔来人讲啦。啊，小婉，哎呀，无你叫阿仔斗三工嘞？伊今仔骹手有够啦，我甲你斗洗啊。唔免啦，等你洗到我洗，暗时拢共款。阿虎，啊？今仔日早起，你若遐掠鱼仔去溪底放，当场去互掠着。小婉，是不是你念的意思？其实你若遐会安尼做，大家早就知影啊。阿虎，我主要甲你讲这件代志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要你了解讲，你若遐的个性，伊是袂改的。小婉，不管怎讲，我若遐较好较歹，伊嘛是来遐。哎，阿文，你是要去哪啊？阿文。奇怪，我阿就讲伊无去上班，是安怎饲电呢？真久，拢无人来开门呢？我唔是你阿伯啦，你嘛是啦。爸，你开门啊，爸！你若袂无等先听无诶。爸，我到底会做啥物唔对啦？你还阁讲会出来？哈？这要买鱼放去开的代志，嘛靠你知影尔。一定是你讲的，害恁大兄哦，你着对面别个对面掠着。我若有这种哦，我若迄这种饲鸟是假报地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若破坏恁大兄选举哦，你莫来救我！我当下就想哦，唔对，我当场想恁后爸哦，无你这种哦，食我来耍我来做我囝啦。选举来煞哦，你叫厝我随来拆掉。
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咱这乡长候选人坚持第3号刘国大，咱全力咱支持一下。国大啊吼，乡长若选着啊，一定替咱服务，争取上好福利。拜托拜托，乡长候选人坚持第3号刘国大，咱这全力咱支持一下吼。谢谢，感谢，时常宝贵票，然后咱坚持第3号刘国大，刘国大的本人支持伫这车顶，来甲咱这乡亲是。余总，他即马吼700万已经无够啊啦。你即马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哎，嘛是为着恁游乐区的问题嘛。你都毋知我叫阮庄下来的人吼，是迄讲到一点仔面子都无。即马社势吼，对咱是真不利。我若无趁这上尾一工，紧来摕钱去压，是要安怎用呢？好，我搁开50万支票你。余总，余总，迄50万哪有够？你来阵讲你价值偌济咧？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爱投资偌济，就爱得到偌济的利润。假使讲我投资错误，我会用卖投资啊。无啦，这吼，余总，这价格敢若50万尔？无啊，摕来。好啦好啦，我就是吼介意这款个性。好啦，来等我选调吼，我再转来找你，咱好好庆祝者，吼。无我先来走。你要出去是？雨落这大吼，我想要去结婚遐，伊遐火毋知。哎呀，啊，阮的花草比掠鬼较重要。掠鬼？就是掠马票啊！你信是？三星用即摆咧落大雨，伊即摆派人一家去买票呢。你去看卖。我若放你走吼，阮国大会落选啦，会害着阮国大啊啦。阿爸，阿爸，放伊走啦！什么放伊走？我等下建阳这毋正正才你买票去钓着乡长吼，咱游乐区的代志就大条啦。泰山伯啊，陈建荣无一定会当选啊。啊，若无，咱会使等伊选掉，再去告伊啊。拜托了，头家，拜托了。你唔好安尼啦，泰山姐啊，我看互伊走好啦。泰山姐啊，若是会当互陈正雄的钱，无法度通分落去，安尼就会使啦。结婚的面子咱袂当无顾。这。
鼻也马上变化，爱随打电话我。是啊，多谢医生吼。医生，你顺行吼。袂啦，我万一住病院啦，我要吊定遮，我的血拢叫冲掉去。我万一住病。阿芬，恁即摆莫去想遐囡仔，任何代志你拢莫去想，你只要好好休困，安尼就对了。好。无安尼啦，我来投票，恁两个好好讲讲。叫你生气哦！我昨暝本来要来，不过也是为着选举的代志，我无迄个意思招待恁阿兄来表示我家己真厚。选举就得要了啊！我负责甲你的花整理甲以前同款。静芬，他说你若无追求咱两个人感情，咱两个人无应该斗阵。假使咱两个人无应该斗阵，以后你也莫过来找我。我拄仔都甲你讲过，我无迄个意思招待恁阿兄来表示我家己真厚。你若是有迄个感觉，我甲你回失礼啦。你甲我回失礼有啥物路用？你只想来跟人有选举啊？根本都无我。你，等你坐涂骹是要创啥？你偷偷甲我送来。失礼啦，昨暝我真正要来看你的，我知影我唔对。唔对的人不只是你啦，咱两根本就无适合斗阵。你哪个讲安尼啦？本来就是嘛。假使你若知影讲，我对恁兜的人无欢喜，你心肝内会安怎想？你对我误会太深了啦。好啊啦，你莫讲安尼一轻松好无？打这段时间，你伫要聊阮老爸讲人遐选举的落点，你想要打击因对无？既然我若无法度改变伊，我若迄个面过来记你。好啊，休困，明天再去讲好唔好？无啥物好讲啊！我拄则已经讲甲足清楚的啦。你妈妈讲爸爸，因两人绝对袂答应咱两斗阵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以后莫过来找我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。我张国家啦。国大，即间若是当选，后摆你是阮来顶西安尼。莫安尼讲啦，到时哦，咱多多拜托啦。好，我拜托。即摆袂使宣传，袂使宣传啦。阿爸啊，豆好啊，豆好啊，好，啊，咱来办个豆粉酥看卖。好。好，咱来中式。你有钱也袂出力，心力真艰苦吼。张泰山，你即摆讲啥我听无？听无？你若知影通见效哦，你爱全部退选啦。安那，哎呦，见效当上去哦，哈。张泰山，你免想遐歹，咱的笑哦，要好好来算者。哎呦，你也强下咯！我毋是用迄件大汉的呢。安那，哎呦，你要收炮？你可是大好兵，有才调咱顶高机啦。你唔当作我惊你咧，阿爸，拜托的啦，他唔遮歹看啦。这歹看，你若唔惊歹看，咱咧惊歹看。那因两个爸仔囝吼，拢结做做迄个袂记情的代志啦。你唔要虚伪，我都你有事没有？你啥意思啊？你啊？啥意思？这就风度啦。喂，你即摆讲啥？伊讲吼，咱头尾鱼啊，起咧放，这叫做风度啦。风你死啦！安那，我白讲的哈。啥物我白讲？
派出所啊，这是投票所呢，互你安尼乱来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我要来这进前时吼，就听人讲吼，这咧冤家啦，我就知影吼，一定是恁两个啦。啊，你自细汉就搭甲人安尼，搭袂出来呀？哈？无啦，美满啦，伊专门找我麻烦啦。是啊，是你要见笑啦。啊，你讲什么呀？对吧？当然中性啊！恁查某囝哦，欠欠就去互水流去呢。你还搁踮咧遮咧冤家？你怎讲啥？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。